民黨的黨主席鄭麗文後個月要到美國訪問，有平面媒體來報道，講唔那交宴，都參食的大甲交通，攏愛交包來出錢，講造成交包的壓力咯。也毋過國民黨文團會主委溫乃菁反駁，講黨部已經有編列相關的預算，無需要交團來出錢。我們在6月初就會出發訪美，東岸、西岸。都有非常多的邀約跟訪問。就任黨主席了後，舉辦頭一場媒體第一宴，親身公開訪美的行程。不過，今麥傳出過程有小可無順遂。根據媒體透露，有交包部分，這屆鄭麗文的訪問人數有到14個，已經是未輸總統候選人的訪美規格。傳出若是交宴連食大交通，會使講攏愛交包負責，確實造成交界壓力是未堪得。嘛表示，佇咧黨所無收入的所在，常常是華府、洛杉磯。敢若是黨部幹部嘛，就要募款來接待主席來訪。黨部當然有編預算，所以呢，食宿交通呢都是由黨部來負責的。可能在跟僑團啊在溝通的時候呢，大家在這個語義上面的誤解呢。有一些誤解哈，造成了一些的落差。甲國民黨前主席朱立倫比起來，當時2022年用黨主席的身份到美國替國民黨駐美代表處剪彩，當時集團無到10個人。那迄陣的海外部主任陳以信嘛講，愛交包做落地招待是無符合國民黨經規的。國民黨主席訪美都是由政黨補助款台灣民主基金會的政黨補助款來支應。那麼還有部分使用黨內的經費，從來沒有要求僑胞落地接待的狀況。這個是國民黨的家務事，我們就不過度去做一個評論了。我相信這也代表他們也得到在美國僑界一定的一個支持，這也不是一件壞事啊。民進黨團空中來祝福，鄭麗文這段14天按算到西環的舊金山、洛杉磯，還有東環的波士頓、紐約，還有華盛頓。另外嘛有機會到德州，目前還在積極聯絡當中。鄭麗文訪美的行程也未出發，這大交通的費用就成引發話題。Hello， 我是張新文，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